中当时永安宫的李鱼八公，也就是台亚八公，是当地重要的文化景观甲地方的信仰中心。伫咧中秋前，特别来举办着李鱼八公祭，一来传承文化，二来展现客家的特色。 当时永安宫内底李鱼八公是当地重要的文化信仰中心。但年咱人8月15号是石尾圣诞，庙方特别提早举办李鱼八公文化祭。我们借由这个李鱼八公文化祭来发扬客家这个很优良的这个成人礼的习俗。家长带囡仔双手合掌，虔诚甲李鱼八公拜拜，祈求保庇囡仔平安健康。这个百姓哈，李明他们就用这个石母神来做心灵寄托。活动现场，主办单位特别准备一对108台斤的李鱼米糕，油纸缸含师傅一画一笔，用手落去雕刻野花草。同时嘛安排食茶、音乐演奏含彩绘李鱼 DIY， 希望会当透过这个活动来传承200年的历史文化。 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